4个女医生，伊拢伫园林咧开业的，拢是去日本读医科的。日治时期，女性做医生真罕见。伫中华园林一个小小的所在，墙拄墙有4位女医师，勇敢追求自我，是苏当时女性的模范。100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毋是 her story。迄阵啊，中正路叫做大街啦，就是较闹热的所在。啊，迄条路嘛，足侪医生馆的。古早较无习惯讲去找查甫医师啦，大家嘛爱去查某妇产科、至善妇产科。伫阮兜佫过差不多12间，啊，若要提迄就讲，玉花先生要爱啦。叫玉花啦，人讲玉花那个大家捌伊啦。人讲拢叫玉花生，玉花生，内底去做囡仔时，人安拢听人叫安尼啦。大家嘛对印象足好，好出身佫礼貌，穿咧长衫吼，啊朴素拢毋捌穿花啊，花安尼笑花才1、2寸安尼，行路吼真活泼，拄着大家吼，先生哦嗨哟，安尼，啊先生就讲啊哦嗨哟。啊，伊咧讲话足温顺的啦，伊咧单边仔吼，啊我徛到边仔唱歌，啊阮妈妈足活泼，较交朋友，因为伊古早时代伫教会爱唱歌爱弹琴啥。哦，啊，人甲人的迄个应付哦，伊较会晓。啊，阮爸爸就敢若读医科以外，较无咧交啥朋友。啊，交朋友个我妈妈较慷慨，表示有请人食来食去。到尾伊才想讲，我来甲人插一下公司。民国40年，第一届做8年议员，伫社会做好代吼，做真济，对这个经济较歹的人，袂讲摕迄个医药费。所以我妈妈对钱无足计较，我就是上少年妈妈会做人，所以我的成绩会使讲80%-90%，我去有影响。张玉花也兴体育，家己带队比赛，也兼做选手，甲中华争取真侪体育的机会甲福利，也大大提升妇女的地位甲权利，成做互人尊敬的女医生甲政治家。和张玉花当年的林碧云也同款，结婚了后，透过翁婿厝内支持去日本学医，代替翁婿接续中村病院。中村医吼，较早是林国先，林国先的新妇做碧云吼，囡仔有几个时，就开始出来做医师。阮妈妈伫大雅国小咧教册，啊，阮阿公伫咧等车时看到阮妈妈惊为天人啊！就叫媒人报啊去探听，就促成阮妈妈甲阮爸爸的婚事。因为妈妈爱读册，考彰化女中第1名。阮爸爸较爱自由，伊无兴趣做医生。阮妈妈就自告奋勇去日本留学。爸爸等于是陪去遐读的尔。哦，伊外口嘛就足笑到足大声，哈哈哈哈！医师公会宴会，带一领衫要来搭配带一个包包啦，穿缎箱的，会给人家一个很好的印象。妈妈的工作时间吼，日夜不分啦。若有病人暗时，阮妈妈就会睡。看电影啦，字幕写林碧云医师外照，妈妈就会反正看好，再搁倒来陪我。林碧云行医一家子，是园林职业上久的女医师。虽然医务工课介无闲。今日犹原甲阿母当作是家己的模范，大部分拢是做医师、药师等等相关的头路。有才情的林碧云也时常上台表演，鼓励妇女爱勇敢表现家己。大家应该感觉讲对这女医师拢真尊敬，就是感觉讲哇，查某原来有法度做甲吼安尼医师。我感觉因的故事拍做影片嘛，一定嘛足精彩。这4位传奇的波头女医师，因聪明伶俐，阁有胆识，提悬女性的影响力，同时也培养多样的生活样貌，为中台湾女性的发展留下精彩的脚印。